消息方面，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讲，若是有机会互伊当选总统，伊一定要定心来启用复市。不过呢，马上就去互这个新北市的市长侯友宜给闹开，讲无复安就无复电。目前复市呢是一个假议题，被质疑讲是伫咧呢甲韩国瑜来闹开哦。今仔日呢，这侯友宜也出席市政的行程，伊就利用伫咧台顶致辞的机会，再度来讲到这个复市的问题。不反对核电。 但是一定要在安全无虞底下，又有能力处理核废料，我们才有资格来用核电。没有核安，没有核电，没有能力处理核废料，你怎么样让环境永续生存呢？这就是我说的。 我们面对实际问题，当你提出一个问题的时候，请记得告诉民众，谁来确保安全，谁来负责营运，我们又要浪费多少钱？然后呢，我们的防灾救灾的能力在哪里？你来告诉民众，我们都可以确保可以做到。 就没有问题。如果大家这些都没有做到，谈这个议题，就像侯友宜说的，那是一个假议题。